重練傳說新生王篇，作者阿暖。第240章，暴風女神的呼喚。這兩個小鎮式各自發揮，竟然都有非常奇妙的化學作用，默契非凡，超過了組合成大戰隊的戰力。這是因為刑天戰隊本來就由兩班背景不同的人臨時組合而成，就算他們再是一見如故，也不可能短短時間就組出默契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分裂成本來合作慣了的小戰隊，各自為政。只見以二龍一虎為首的風火輪戰陣，不住利用張兆輝這一病船臂利刃，把圍魏戰隊雙翼陣中的左翼，像是逐根羽毛拔下似的，把對方隊員逐一轟落水中。而刑天那邊，則是憑着密不透風的魚鱗戰陣，牽制住敵方的前鋒右翼，尤其是把有聖劍異能的敵方先鋒張耀永一直拖着，然後便由周柏豪等好手去逐一對付比較弱的敵人。不行，再這樣下去，雙翼戰陣會被他們硬生生的撕裂。圍魏戰隊的隊長見到雙翼陣式的弱點，被刑天戰隊完完全全地掌握了。當雙翼過分展開，戰力就會被分薄。面對以兩個小隊分別抱團來打的對手，完全沒有優勢可言。變陣，雙翼收回，轉變成錐形戰陣，集中攻擊對方其中一個小隊吧。太遲了。只見二龍一虎調動風火輪陣式，前鋒張兆輝爆發出全部練能力，把鄭玉收回的左翼硬生生的讓其跟中央本隊截斷了。被孤立了的先鋒張耀揚和4名副手頓時落入了風火輪戰陣的包圍之中。死吧！張兆輝向來是個狠手的，他也不客氣，魔蟹大鉗一下夾住了張耀揚的脖子，直接把他甩到了老遠，東地落水。雙翼陣式缺了一翼，圍魏戰隊頓時就落入了下風。而在邢家魚鱗陣的比邊廂，看本小的火神機關炮，刑天甚至使出了本命法寶。這火神機關炮在海面作戰的威力幾乎要減半，可是刑天也不是要殺人或什麼的，以練能力具體化的子彈都重重打落在海水之上，激起恐怖的浪花之餘，也產生出大量的水蒸氣。豈有此理！聖劍張耀永以衝浪高手般的姿勢，仍然穩穩立於浪尖之上，他還有餘力反攻。只見金色的手都直接擊穿機關炮製造的水花，然後直接向着刑天轟來。由於被浪花掩護，這手都來得非常突然，刑天根本躲避不了。火神盾，他的右臂召喚出一個像是燃燒着的大盾，硬生生的吃下這一記手刀。嘭！刑天急轟飛得直往後退，噴射滑板擦着海面掀起3-4層樓高的水花。而就在此時，張兆輝的魔蟹大鉗又殺到了。風火輪陣式在滅了張耀揚那一役之後，已經有空閒去救援別人了。論練能力，張耀永面對張兆輝見不得有任何優勢。可是他畢竟是衝浪高手，要做個瀟灑的騰空動作，避開大鉗的攻擊，還是勉強可以做得到的。張耀永後空翻了3個筋斗，最後穩穩落於水面上。踢！就在張耀永剛剛站穩之際，他身後某人閃電般的踢了一腿，正好踢在張耀永的滑板之上。滑板驟然被踢飛，張耀永突然腳下空空，就這麼落水了。出腿之人正是難得出風頭的汪小虎。圍魏戰隊的兩員悍將就這麼輸了。好，要反敗為勝了。我們也乾脆不要合體，直接分開兩個小隊來打好了。只見圍魏戰隊雙翼被剪，頓時兵敗如山倒。風火輪戰陣和邢家魚鱗陣左右開弓，把圍魏戰隊剩下的中軍隊員逐一剪除，根本沒有招架之力。那兩個姓張的廢物，圍魏戰隊的隊長恨得咬牙切齒。圍魏本人則緊張起來了。他這一隊戰隊，除了他維嘉和浩天幫一班使慣的手下之外，還有重金聘來的外援打手啊！
為的就是防備他為小行事過於囂張，而在異能者群島上踢到鐵板。若是這麼簡單就輸了的話，他不甘心啊！喂，獨孤一，你們怎麼搞的？維嘉和昊天幫這些年來課金給無店聖堂，數目絕對不少。你們竟然給我派些垃圾過來辦事？那被稱為獨孤一的維藝戰隊隊長冷氣一聲道：不好意思，你們給的那點小奉獻，就只夠給本執事當零用花花罷了。所以今次派來的人，真的是一堆垃圾，就除了我本人之外，你還好意思承認？唉，我維藝被你害死了！獨孤一腳把維藝踢下水去，你竟然踢隊友下水？放心吧，維小，憑他們這種質素，還沒有資格被稱為一個戰隊。這種層次的集體遊戲，只要我一個人就足夠應付了。然後，獨孤一猛然釋放念能力。什麼？竟然是5位數字的念能力？無店聖堂這一次果然是派來了強援，本小可以放心了，哈哈哈。比邊廂，刑天和二龍一虎等正自殺得盛起，兩個小團隊各自發揮，又彼此互補，漸漸竟然打出了默契來。這一次的團戰，意外地收到了認真練兵的效果。突然，本來還有30多人正在抱團頑抗的維藝戰隊，整個隊形突然潰散了。只見維藝戰隊的隊長竟然開始把自己的隊友逐一踢下水去。這是什麼招？敵方隊長要投誠了麼？就連維藝都被踢下水了，這下子我們勝定了啦！眾人眼見維藝戰隊的隊長突然像是瘋了似的，一口氣把10多名自己人踢下水去，都是嘖嘖稱奇。而另一方面，眼見此人念能力外放，都驚覺此人之強大，強得讓人咋舌。上萬的念能力值，恐怕2個我都不是對手啊！張兆輝的表情變得極之凝重。這是昊天幫申請來的強援麼？怎麼我以前都沒有見過他們？此人到底是敵是友？當然不會是朋友。張兆輝道，因為他已經接觸到對方敵意的眼神。只見那人為自己清除出足夠空間後，猛然吸一口氣，讓整個胸腔驟然脹大了幾乎1倍。這體格已是鍛鍊到非人的水平了。無店聖堂的2級執事獨孤一向爾等愚昧的世人帶來了聖堂的榮光。然後他雙手反掌提起，積蓄力量之後，再猛然推出暴風女神之呼喚。6層樓高的捲心巨浪，竟然就在這本來平靜的海面上驟然轟起。這個層級的波浪，完全超過了這一次團戰開始以來的水平，是大大地超過了。屈機，這到底要怎麼抵擋啊？這道幾乎橫跨整個團戰範圍的巨浪，以霸道姿勢覆蓋而來。不管是贏家如輪陣或是風火輪戰陣，均是被這波衝擊一下子轟散。而在捲心浪的中央，張兆輝竟然踏着噴射滑板，在浪心中高速滑行着。原來他也是個衝浪高手。這 UM 實驗室組裝版本的滑板，性能真是超強。若不是有這塊滑板，我是絕對不可能征服這樣的巨浪。張兆輝從即將覆蓋下去的浪心中僅僅流了出來。竟然有人躲得過我的大招，算不錯啊！可是獨孤一早已在守候着任何脫出者了。他突然而至，輕巧一個回旋踢，就把剛剛滑出浪心，還沒有任何反應餘地的張兆輝給踢下水去了。巨浪淹過了團戰水域後，還一直延伸到水平線的盡頭，也不知道會不會在海洋彼岸引發出海嘯來。這就是無店聖堂2級執事獨孤一的大招暴風女神的呼喚。只見團戰海域上散落着不少無主的滑板，以及在水上互相攙扶抱團猛吸海水的人們，這當中包括了刑天戰隊的以及維藝戰隊的。所有人竟然無一幸免，不，還剩下一個人。
那個人就是在此之前已經被張耀永攻倒老遠的刑天。刑天硬擋了張耀永的一記聖劍，踏着滑板拖行了很長的距離，才把其衝擊力射去，勉強沒有出局。而由於他的距離比較遠，故此沒有直接吃下這巨浪的最大威力，竟然被他逃過了一劫。只見刑天踏着滑板，也不敢太過接近獨孤泣。刑天也在喘氣了。獨孤泣道：呵，還有一個剩下來的，你就此認輸吧，反正大家的水平相距得太遠，憑你的練能力是絕對不可能勝得過我的。慢着，還有我呢。此時一名少年借着色黑龍的噴射滑板悠悠現身了。本章節完。原文小說請到搜尋器搜尋重練傳說，目前原文進度已到第8季，歡迎免費閱讀、訂閱或購買實體書。以上有聲小說由暖島出版提供。